臣妾听闻宫中流言，特率众嫔妃为冷贵妃作证。哦，众嫔妃呢？对呀，人呢？臣妾在。为什么不进来呀？妹妹们在殿外长跪不起，定要为贵妃作证。啊，姜太这种非现整脉功夫又有精进。有没有一个正常人呐？启禀皇上，微臣并未诊出喜脉，整得出才怪嘞！哈哈哈哈！误会一场。这就相信了？臣妾已经查明，散布谣言的乃是臣妾宫中的死太监小碴子。那不就是你指使的吗？斩了！不先审审吗？饶命啊，娘娘，我冤枉啊！林是你。喂，他好像有话没说完呢。你可知道是何人主使？现在想起来问了，是关外的奸细，已经抓住。斩了！真的不审吗？这是哪的方言呢？怎么是蓝色的啊？哼，果然是外族的奸细。外太空的奸细吧？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没错。对，对个锤子嘞！这就是你说的群戏吗？